乡村啊，继续是这个新竹市长的选情。来看这个民众党的高虹安，是不是有透过人头助理、虚报加班、诈领助理费呢？高虹安伫个面册发文章，讲绝对无任何一个无应该领到的钱，跌入伊的落地啊。高虹安嘛来这个面册打出着郭建明的助理捐钱予民进党的名士。 来指控讲，郭建明的助理嘛，甲薪水捐出来做公费啊！民进党团是开记者会来回击，讲郭建明的助理拢是伫个离职了后才假付捐钱，拢是合法的捐款。讲高虹安是咧泼垃圾水。 是用乌贼战术、抹黑战术啊，认为把别人抹黑了，自己就可以洗白。民进党联谊党团针对民众党新的市长候选人高虹安，昨暝伫咧面册铺文内底写着国会助理加班费我相关的限度真数详，当时讲着民进党联谊党团总调郭建明的助理，嘛是当年固定关金召开记者会，批评高虹安的铺文模糊焦点。他讲的几位助理完全没有问题，所谓助理、前助理，他们捐的时间都是在他们离开助理的职务之后，所以并没有把他公款转出去的问题。罗地政进一步讲，各位助理辛苦加班是事实，不过助理现在把薪水捐出来做公费，把钱落伫咧到位，这是重点。茶叶的费用、咖啡用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费用可以支应的，那为什么还要另外这一笔公积金？今日前，高虹安曝郭建明助理捐的资料，4年大人捐超72万，含高虹安设立的真助理加半年就捐60万，有明显差真多。 高虹安铺文背回去年批评泼垃圾水伫咧拍目十六战，强调合法捐金就无问题。有问题是高虹安敢有用人头助理伫咧诈领助理费？事实到底是啥款？大家拢伫咧看。